好野球、愛野球、冇野球就什麼路翻、什麼路高的好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第6年的啟程敏啊野球賽第6屆徐生明國際少棒錦標賽的冠軍賽。這場比賽是由台東的豐田國小要對上的是桃園的龜山國小。咱們提的閩農國中的棒球場來進行這場冠軍賽。徐生明國際少棒賽已經邁入到第6屆了，第6年了。這個徐生明總教練呢，我們是永遠懷念他的精神啊！那黑期待年，我是徐展元，而在我身邊呢，先介紹球評拉把潘中偉，大家好，师傅好。是的，那另外呢要介紹呢是中華民國徐生明棒球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啊，也是師母謝榮瑤理事長，師母你好。你好，展元、中元，你好。是的哇，這個第6屆的比賽咯，其實師母在這6年來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四處的奔走，不過真的是歸港蝦啊，很感謝很多的熱心的大力幫忙的，包括企業界，包括很多的志工都來幫忙，讓比賽可以邁入到第6屆。對對對，我真的是滿心的感謝，還有這些媒體朋友們，還有裁判，還有志工團，這今年也特別的多，還有美濃當地的各校的齊力的協助哦，有南農國中，還有農度國小、美濃國中，還有美濃國小。這一些呢，他們如果沒有齊心協力來幫我，也沒有辦法走到第6屆，所以我謝謝他們，我也謝謝2位，真的，請不起。那結果你們都很願意來協助我，這是我感到最安慰，也是感到最光榮的地方。沒有，真的是應該的啦吼，真的徐總的精神呢，我們真的是永遠的懷念他。同時呢，我們今天講到了雷都米農哦。這裡要介紹一下美濃的特產，然後白玉蘿蔔，白玉對，這個是白玉蘿蔔吼，對，小小的，對，小小的，很可愛。對，那另外呢，這邊也是美濃農會特別有提供給大家推薦給大家的，這是鳳挑，就是紅豆，因為呢，徐總在生前也希望把他的故鄉啊米濃哦可以行銷出去哦，對，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淳樸哦、非常美的一個地方。對，還有這個五挑就是黑豆，還有。鳳挑就是黃豆，哇，這些黃豆，白玉蘿蔔真的是讚，而且呢，現在每年的這個季節，哎呀，每年的這個季節吼，白玉蘿蔔，對，推薦給大家。那另外呢，其實徐總很要求小朋友不僅要會打棒球，還要會念書。這邊先跟大家來講一下，其實呢，在這個基金會呢。今年一共也是頒發獎學金，有17個獲獎，每一位小朋友有3000塊錢的獎學金呢。是，這是我鼓勵小朋友允文允武的一個，希望他們的品格教育，還有他們的學業成績，在棒球的這個區塊，也不要忘了他們該認識的所有的學業，努力的學業，因為往後的路是靠他們自己走下去。沒錯。對，那也有可能小朋友可能只有達到國小，種種的原因，因為他可能念書比較好，那他要想要繼續深造了，那這個我們都非常鼓勵的。所以在獎助學金這個區塊，我是覺得我應該來做這個區塊來鼓勵孩子。棒球的孩子其實也是成績可以很好的，也是可以很聰明的。對。那在過去幾屆的啟程敏呢，野球賽啊，徐生明的國際少棒賽，我們都有作文比賽嘛，但今年不一樣了，我們這個要請師母幫我們介紹一下。紙傘，對，今年的，因為我在第1屆跟第5屆。第1屆跟第5屆我們是作文比賽，那我是覺得說孩子的允文允武，其實也不受限於在只有作文，不有在作文，所以我們今年用美藝繪傘的部分讓孩子畫畫，再留下做紀念。是，這就是我們美濃的特色，這個油紙傘我們叫做紙紮，紙紮就是傘，紙紮，然後呢，這個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繪畫。對，這個美濃紙傘呢，我從來沒有看過，可以結合當地的文化。對，我沒有看過紙傘上面畫，我又馬黑米農嶺啊，我也是美濃人，我要叫徐總堂叔啊，我們是遠房親戚。紙傘上面畫棒球的第一次，真的很多小朋友畫棒球。我最感動的是他們寫徐生明杯，什麼85球什麼的，這個是讓我親眼看到的小朋友的那個，讓我覺得好甘心哦。對啊，真的是。好的，那這一場
冠军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也谢谢这个师母，同时呢，当然我们师母这边也要感谢啦。哈嘎天书头呀，客家电视台以及哈嘎非常的感谢客委会，是客委会，客委会真的也很用心在赞助我们美浓的这个区块的比赛，所以让我们可以延续下去。谢谢。对，我们这边也谢谢师母，师母呢，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多支持我们这个比赛，至少我说至少啊10届，10全10美了。对，我的担子已经到第6届，我会再加油，我会再加油。要同泰嘎相约第10届，我们一样铁米农，好，一定要在这边，好，是吗？谢谢师母，谢谢钟美，是。好，那这个冠军赛呢，马上就要展开了，哇！台东的丰田要对上的是桃园的龟山，这2支少棒球队呢，在徐生明少棒赛在过往都拿过冠军。那现在呢，通过我们的空拍机啊，可以来看到米农啊，龟奖哎哦，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的，或者叫中正湖啊，美浓湖。国小少棒队先欢迎丰田国小本场是非先发选手以及教练团成员来到我们的1垒线边集合，谢谢。哇，这个。现在这场冠军赛啊，这2队呢，在今天呢，给不宁就是今天呢，今天11月20号礼拜2稍早之前的4强赛都击败了对手，包括了台东丰田13-9打败了北市东元，那龟山国小是9-6 4强赛击败了日本东练马联盟。那这边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稍早之前的季军战，则是台北市东元国小是以4-2 2分之差呢击败了日本东练马联盟，拿到了第3名。日本东练马联盟是第4名。好的，现在呢真的是让这些小朋友也感觉到哇，有这个很荣耀，一一的来介绍他们出场，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投手决备号3号宋清熙，第6棒先发右外野手决备号8号彭凡。丰田国小第7棒左外野手全备号10号陈世展，第8棒先发捕手全备号4号林品浩，第9棒2垒手全备号14号许定杰。也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以及家长、老师一起欢迎丰田国小总教练方颖峰教练。丰田国小士气如虹的对战球队，在本场是休息区安排在3垒侧，待会担任是先手的球队，也请现场的所有的来宾掌声欢迎桃园市龟山国小少棒队。先来邀请龟山国小少棒队本场是非先发以及教练团成员来到我们3垒线边集合。非先发以及教练团成员，那么总教练也请我们等一下，容许我们介绍之后再来进场。为各位介绍龟山国小本场是先发阵容，第1棒捕手全备号19号宋义伟，担任第2棒先发3垒手全备号15号邱立贤，第3棒本场次的先发投手全备号14号李立威。第4棒先发游击手全备号4号黄天赐，第5棒先发1垒手全备号20号蔡伟成，龟山国小第6棒先发2垒手全备号5号林胜豪，第7棒中外野手全备号3号罗世玉。第8棒先发右外野手全备号2号林立威，第9棒左外野手全备号6号林清峰。以及现场所有朋友，欢迎桃园市龟山国小总教练陈明宏教练。请就为各位介绍本场是辛苦的4位执法裁判老师，担任主审蔡进福老师。1垒审刘满昌老师，2垒审王坤奇老师，3垒审刘顺昌老师。
两队经过最后的名单确认之后，待会精彩赛事马上展开。而本场次我们也要特别邀请到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理事长，我们师母谢荣尧理事长来为我们担任本场次的开球来宾。丰田国小出战龟山国小。 争取本届的最高荣誉冠军王座。在我们去年的冠军球队桃园龟山国小，在本届比赛来寻求连霸。 连霸之路遇到强劲的对手台东县的丰田国小，是否能够阻止龟山国小连霸成功？精彩的冠军战马上要来展开。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非常辛苦在承办每一次徐生明国际少棒赛的幕后最辛苦的人员，也是我们的师母谢荣尧女士，为我们担任本场次的开球嘉宾。 师母们倒数3秒之后，正式将球来投出。师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要倒数3秒，3、2、1，请开球！好球！掌声谢谢我们的师母，也请我们的开球打者以及捕手到我们场中间来进行合影留念，谢谢。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美浓國中棒球場。阿白第6年呢，启成敏雅土賽第6屆的徐生明國際少棒賽冠軍賽，台東的豐田國小對上桃園的龜山國小。 龜山呢是去年的冠軍，他們在去年冠軍賽打敗了韓國的麗水溪國小。台東豐田是前年的冠軍，打敗了韓國的首爾水魚國小。這場比賽呢，台東豐田國小先攻，排出來的先發打擊順序，第1棒是黃義傑，2棒陳承傑，3棒楊華勇，4棒是高世凱，5棒宋清熙，6棒洪凡，7棒是陳世展，8棒林品浩，9棒是許定傑。 桃園龜山的防守陣勢，先發投手李立威搭配的捕手宋義偉，1壘手蔡偉成，2壘手是林勝豪，3壘手邱立瑞，游擊手是黃天賜，左外野手林清峰，中外野手羅世玉，右外野手是林立威。 比赛要来到了1局的上半，率先进攻。所以呢，在每一年的第一美濃對於美濃嘅上前來講係一個非常大的盛會。比賽開始了，比賽開始了，1局的上半，台東豐田國小的進攻。哇，台東的豐田，這第1棒。 非常的高，两边的身材条件都不错。嗯，黄義傑有171公分呢，这是大人的身材啊！真的。我，某公黑，你說那個劉時豪都比他矮哦。哇，171公分的小學生啊，劉時豪、嚴紅軍。對，哦，171公分。其實黃義傑也是豐田國小的王牌投手啊。对，黑的旁呢，那个网子。那这一次的一个冠军赛啊，从他们身上的球衣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真的是要打到4强的队伍，才可以拥有这件呢徐总85号85号。 徐生明总教练就是85号85号的象征了荣耀的球衣，打到4强赛，然后在季军战跟冠军战才可以穿上去。那其实呢，每一届的
小朋友都以能够获得这件球衣为骄傲哦。我们，对。而且你看那个袖子侧边哦，就是这个有客家的图样哦，我给法有这个花纹哦，很有客家的特色。今年浅色跟深色系刚好先攻先守的这个特色，没错，显示出来。喂。哦，询问一垒审判定出棒了，投出了3振。好球，分到了第1棒的环节。棒子收不起来，真的挥出去了。 6号陈杰。这场啊，第1名的冠军赛是安排了4位裁判，主审是蔡敬福先生，1垒审是刘满昌先生，2垒审是王坤奇先生，3垒审是刘顺昌先生，也有那个给闽农在地的裁判呢，哦。 这几天赛事其实天气太阳都很大，裁判先生很辛苦啊。是，打击的是轮到了丰田的第2棒啊，陈杰。给比赛哦这个比赛呢是从上个礼拜617号，11月17号开始进行32队哦，然后分组。这个球转进去了。没有啊，没有。主审有喊，但是喊坏球哦。这一球比较外角啊。我这一球如果要捡的是打不到。左打者的太外角了。那这个一连进行下来哦，其实小朋友其实我们。 开场的时候也有介绍啊，闽农自杂油纸伞哦，这个彩绘真的就是可以把闽农当地的文化，其实可以小朋友彩绘油纸伞，还可以自己带回去做纪念呐。这个球投手接到之后抛给一垒手，刺杀了打者出局，2出局了。所以徐生明少棒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有棒球比赛而已，有很多教育的意义，而且每一次参展、每一次参赛都有不一样的一个。 收获没错，而且包括比赛赛事之外，选手来这边才知道说，原来练球之外、比赛之外，书本、纸笔很重要啊。没错，还包含了文化的层面融入进去呢。哦，等下上课。 2出局，打局轮到的是第3棒的杨华勇。 那个变化球哦，变化球好球哦，好球哦，而且转进内角的好球带，投手球很近啊，很有压迫感。对呀，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啊，看到投手这样的高度就有点压迫感，何况是站在打击区哈。又很近哦，站在打击区。以前少棒在打击啊，常常眼睛就闭着，因为速度太快。是。对，客家话快叫“鬼夹”啊，很夹。哇，这个球呢，走偏那样，左边的安打出现了，是一支2垒安打。杨华勇2出局之后站上得点圈了。 2人出局之后，攻占向2垒，接着丰田国小上场。我刚好打在线边哦，车步边的长打。世凯。第3棒攻占得点圈，交由第4棒。前面在攻击上面都会多看几球，但是现在我看第4棒上来会不会比较积极攻击好球啊？有得分的机会。所以先投变化球，有在注意啊。第4棒是高世凯，左打者，反方向出界外了。第4棒但是刚刚这个挥棒啊，就是要确实击中球心而已啊。
并不是球往下掉，然后挥大棒把它拉起来。那跟马黑 Q 用哎哦，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季军战也有提到过，小朋友啊 ，Sailing 哎，如果暗号不是那么确定的话，不要害怕某强哦，不要害怕说不敢问哦，不敢问，确定一点比较妥当，就是不要说随便啦吼，对，就这样了哈，不敢问哦，所以刚刚他又再问一次，这个蛮好的，因为其实在过往哦，就是特别是少棒啊，教练跟选手哦，真的那种距离很遥远，所以尽量不要带着问号下去比赛。不要用猜测的哦，那如果真的弄错了会更惨，多问一下哦。这个球结果挥棒落空，3振掉了第4棒的高世凯。1局的上半，台东丰田留下2垒的残垒没有得分，休息一下再来看1局下半龟山国小的进攻。龟山国小成功的守下了丰田国小1局上半的进攻，我们进入到龟山国小的进攻。场上面投吉田台东县丰田国小本场次的新班投手宋清熙。关灯，叫他关灯，那个有手有起看不到球。关灯。分享歸來哦，來看阿白齊神明啊，亞球賽冠軍賽第1名的爭奪戰啊！比賽要進入到是1局的下半啊，桃園龜山國小的進攻。今天龜山這場比賽的先發打擊順序，第1棒是宋奕偉，2棒是邱立璇，3棒是李立偉，4棒黃天賜，5棒是蔡維成，6棒是林勝豪，7棒是羅世玉，8棒林立威，9棒是林清峰。台东的丰田国小的防守阵势，先发投手宋清熙搭配了捕手林品浩，1垒手高世凯，2垒手许定杰，3垒手陈晨杰，游击手黄义杰，左外野手陈世展，中外野手杨华勇，右外野手是洪凡。在1局的上半呢，丰田国小留下2垒的残垒，并没有得分。场上打击的是龟山的第1棒宋奕伟。他也是一个捕手哦，比较少见捕手来打第1棒，不过少棒比较没有区隔的那么明显了哦。可见他速度应该是蛮快的。这是一个界外球哦，不过呢，这个守备球员先传，跑者也是跑得很开心。台东丰田国小的先发投手是宋清熙。我刚刚虽然是界外，但是整个动作。先把 play 做完，最怕就是自己当裁判。对，你中午得啊，这样子不可以哦，中午得。客家话不可以就是中午得，可以就是周尾得，一样是3个音节哦。不可以啊，自己做裁判啊，中午得哦。七嘎哦，七嘎就是自己哦，做裁判。量好球之后，先把棒子比出来，就是针对在好球带附近的球，待会你收打，感觉会比较清楚一点。是。把动作做大。跳速啊，投手啊，直接把这个强劲的平飞球啊给接杀了，形成了1出局。这个投手是距离面对打者最近的防守球员呢。刚才提到投手这么近啊，你可以想见打回来的速度一样很快。动作才刚做完，球就飞过来。
鼻沟雷哦，这个客家话飞是鼻哦，鼻沟雷够强啊。轮到的是第2棒的宋立璇。徐生明少棒赛也有规定哦，就是当然这一届的冠军球队可以获得3万块钱新台币等值的球具、棒球用具哦，并不是给现金哦，就是你缺什么样的一个球具哦，在徐总协会这边呢，都是会这个有3万块钱的等值的球具可以提供。第2名是2万块钱，那是。连续3届拿冠军的话，就可以把那个至高无上的冠军锦旗永久保存哦。那龟山国小是曾经在第2届2014年拿到过冠军，那一年他们冠军赛打败了南投的新街国小。那龟山呢，又中间隔了2年之后，去年又拿了冠军，但是他要永久保存的话。就必须要连下去嘛，哦，哇，要连续3届哦，3届哦，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当然你要连3届，但要先连2。那今年呢，龟山就是来寻求连2，哦，2连霸。那台东丰田是前年拿了冠军，保送出现了，打就轮到第3棒的李立威。哎呦，投变化球，但并没有控好哦。龟山国小也很稳定啊，一开始在判断投手的控球有一些状况，都还没有做一些比较积极的战术，而是先把棒子比出来，等待投手有办法投好球，再做后面的一个战术运用。各位后 Q 哦，那现在1好1坏了。那少棒的比赛最多的就是盗垒，尤其是1垒到2垒，抽哦。比较高。有没有其他的战术呢？哦，对，客家话我们讲对就是抽。好，我记得去年有跟潘宗伟，去年的那把。因为潘宗伟是徐生明总教练的子弟兵呢，哦，以前在打职棒的时候就被徐总带过。哦，所以中伟那个看板啊，徐总穿这个第一金刚的衣服哦，哇，这个时光一下子拉到10年之前了。是，对，这个是2004年的事情了。对，2004年，那2联盟合并的时候，那是2004年。等于是14年前，14年前哦。我那时候总教练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还要找宿舍，找合作吃的地方，还有送洗的这个单位。哇，都是总教练要负责。他主要来发落，那底下当然哇，所有的大小事项都要经过他。哇，1垒的跑者真的跑了，但这边也是出现了4坏球保送啊。有一些不稳的状况出现啊，也投的比较散啊。连续2次哦，对，4坏球保送出现。因为刚刚其实几个打者连续2个打者都是比较保守的态度，但是球还没有办法投进啊。台东的丰田国小总教练是方颖峰教练，另外呢还有庄宪祥教练。我今天赛前也希望小朋友可以专注一点。早上这个在取得胜利之后，就聚精会神了，就是要好好准备现在这场比赛。一出局1、2垒有跑者，轮到第4棒的黄天赐。我还在寻求看有没有办法投进好球带，投球的感觉有没有办法找回来。龟山那个少棒这边真的是蛮有策略的哦，每一个上来都先摆短棒，好像先确定有没有办法投好球。嘿呀嘿呀，就先干扰这样子。对哦，来喽，好球哦，1好1坏。
哦，前面连续坏球出现，这时候要稍微提醒一下。要对决的话，可能打出来的球，手背这边要提高专注。好了，那个如果看习惯美国大联盟或者是职棒、中华职棒的朋友，兄一下要想一下哦，因为少棒小朋友他们每一颗球之后都要看教练呢、看有没有什么指示。对。抽，好，就是对，因为呢，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为什么每一球都要看一下哦，高联要看一下教练呢？他们是一定要看的，不要觉得这样节奏很慢，有没有？职棒当然不会每一球都看教练嘛，哦，或者是看教练其实动作很快。哇，这个球打穿了3游防线，哇，在左外野手又第一时间没有接到，漏到了后面去了。在2垒的跑者邱立璇已经回到本垒得分，哇，这连原本在1垒的跑者李立威都连跑3个垒包回到本垒得分呢，2分呢，2分进来，2比0。哦，不简单的是良好球的情况之下打出来的长打，所以前面2次的保送，黄天赐这个长打把所有跑者都送回来。哇，这个球就高起来了吼。哇，正宗的游击手又是第4棒。上一场比赛就已经打得很好了。哇，今天第1局还是先得到分数。这颗球记录老师没有记失误啊，因为最后有一个不规则弹跳。直接给一支2垒安打。哦，这边决定温投数换投手。1到3就是1就是投手的代号，1到31垒。对，3就是1垒手的代号。然后有一组密码。对。13581，谢谢。13581，就是投手去守1垒。1垒到3垒。3垒到中外野，中外野到投手。对，13581。所以现在是第1局下半就换投手了，中外野手杨华勇。来。这个担任第2任的投手，接替目前投手的杨华勇，正守中外野的位置。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在今年别米努各位讲非常漂亮的那个秋冬嘉年华，然后是用稻草呢组成的童话世界。包括了有《格列佛游记》、小人国还包括了有《爱丽丝梦游仙境》刚还有白雪公主跟七爱人。分享大家来美浓了，欢迎大家来美浓来玩一玩、走一走。换了投手喽，因为这个冠军赛，当然换投手要当机立断哦。对。尤其第1局啊，希望把分数在这边有一些止住的效果。目前才1出局，2垒还有跑者。龟山国小朋友上来都先等到1好球之后，再做战术的运用还有攻击。只是刚刚换上来的投手，特别是学生棒球啦，就是有没有先热身好？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临时的，这第1局，教练应该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啦。比如说这个前1、2棒就叫比如说现在换上来是中外野手嘛，先叫他说你在外野先活动手臂，应该也没人来不及。如果可以先提早讲的，大概就是谁可能会是第2号投手。那主要这个半局有一些控球上的状况，连续2个保送加上长打，所以这个调度时间是比较紧迫一点。这颗球送到中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了。2垒上的跑者绕过了3垒之后，
各位夹的，快马加鞭回来得分，第3分进来了。也将2垒以上的第5棒的蔡维成敲出安打。哇，2号球之后啊，连续的2支安打，很不简单啊。黄天赐、蔡伟成，而且蔡伟成还是先把棒子比出来，是，再收棒，所以等第1个好球，2好球之后再用这种把棒子放在前面的收打，在攻击的策略上面都很明确，也很清楚。哇，还是先等1颗。打击轮到的是林胜豪，146公分啊，给森宁诶，各位 C 长啊，这个小朋友就比较娇小一点呐，哦。对，小朋友我们客家话讲 C 宁呢，C 宁哎，那看看林胜豪这时候会不会把棒子比出来啊？像刚刚前1棒蔡维成这样啊。2个好球没有坏球，盗垒的可能也会出现啊。哎，哇，还界内哦，又是2好球没坏球啊！第6棒的林胜豪打穿了3垒防线，哦，各位伟大哦，很会打哦。哇，真的很会打，连3棒都是2好球，之后打出来的安打，都是球数落后呢。哇！攻势连连的龟山国小，接着上场第7棒。哇，这个球刚好，3号罗世玉打穿了，这个就在3垒垒包就界内，也没有守备机会啊！哇，一下子就穿越内的防区了。轮到的是第7棒的罗世玉。其实每一年到了秋冬，这个不是强迫取分呐，还是做等待。嘿，他们习惯先比出来短棒。就是每年到了秋冬之际哦，在米农啊，在高雄美农这边呢，就是1年1度的盛会啊，跟闹年哦，就非常的热闹哦。那顶不宁啊，就是今天按年龄没有那么热，因为过去几年我来都觉得很热，就都是大太阳，大太阳。给平宁今天真的是蛮舒服的哦。按年龄啊，今天有一些微风啊，太阳没有那么大。是。哇，2垒手 ，nice play。3垒那边也熬到，2垒手许定杰接杀，再马上传3垒的跑者回不去了，是一个双杀手被 double play。不过在1局的下半，龟山国小是得到了3分，目前1局打完3比0领先。分享归来哦，哈卡电视台以及博士运动频道，还有包括麦卡贝等网络平台。您现在收看的呢，哇，是我看到了，也是非常力挺啊师母的林奕泉。
过去在义大犀牛时期啊，就是徐总带过的子弟兵，现在在富邦哦。现在林义泉也开始在做自主的训练，你可以想见，职棒球员为了来年的球季啊，真的分秒都不浪费哈。嘿，没错。那这样冠军赛进入到了是2局的上半，台东丰田国小要挂起反攻的牌子喽，0比3落后。这个半局是从第5棒啊，他原本是先发投手哦，宋清溪。 后来第1局没有投好的，被调到去守1垒。还是第5棒呢，不能随便换掉。打击还是需要他的一个火力。是。那这边也补充报告一下，前一个半局呢，龟山国小第4棒的黄天赐1垒安打，现场记录老师有加记左外野手的接球失误，所以他是1分打点。 那如果真的要算自责分的话，也是少1分啊。场上投球的龟山，先发投手李立威，前一个半局是投出2次的3振，有被打了1支安打、2垒安打，没有失分。第2个3振速度还来到100公里。今天速度感也不错。良好3坏的满球数了。 阿白徐生敏哦，雅苦说啊，徐生敏，我们说客家话有说崩 Q 也可以啦，或者说雅 Q 就是野球哦，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一次哦，就是每一年都有那个大联盟的球星哦，他们真的就是来指导小朋友。像今年呢，真的全大联盟级的，包括像陈伟英哦，还有拿到世界大赛冠军有戒指的红袜队林子伟。 还有胡志伟哦，胡志伟是来力挺的时候还是光芒队的，对，但是接下来，对，哎呀，这个球6-4-3，哇，结果出现了回击那个双杀手背啊 ，double play， 第6棒的彭凡打了双杀打，这个危机解除的很快，保送之后，球打在游击这边，处理的也很快。 没有浪费时间呢。哇，马上双杀出现。胡志伟明年开季要到印第安人队。印第安人哦。哇，这边很多台湾选手。这个球3垒界外区的飞球，出局的是第7棒的陈世展。2局的上半，台东丰田是一个变相的3上3下啊，没有得分，0比3，3分落后。 即将来到2局下半，由正式领先的桃园龟山国小来进行进攻。龟山国小在2局下半的进攻。 首先要来进入打击区，由第8棒右外野手2号。分养归来哦，哇，看到这个，球评拉巴潘中伟可以带我们家小朋友哦来逛逛哦，来聊一下哦，这个是很特别，用稻草哦，然后是童话世界风，就体验美浓啊，美浓湖 ，OK。 因为其实拉巴潘中伟是屏东人哦，其实屏东美浓是一家亲呢，哦，很近，很近。而且现在交通很方便哦。对。10号高速公路一路到底啊。
比赛来到2局的下半了，投演桃园的龟山国小的进攻，目前3比0领先。这个半局首名打者是第8棒的林立威，投手是丰田的第2任的投手杨华勇，原本的先发中外野手。我现在打完第1局，可能也会了解丰田国小第1球等待的这个机会很大，所以可以比较放心的把好球塞进来。闽农的雄禽哦，哇，真的每一次的比赛，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赛事了。哦。不过呢，讲到比赛哦，前一个半局真的那个双杀守备哦很重要，太重要了。传出去的话，可能就分数会被持续进账。嘿呀但是反应很快哈，平飞球接到还可以传到3垒。对啊，让第3个出局数是发生在那个3垒哦。3垒这个1垒、2垒、3垒、1垒、2垒、3垒的客家话，对。所以分差拉在3分内，要追分了，比较有机会。选手打起来这个信心不会拉差距太大。因为以龟山国小真的他们的这个攻击火力，其实4强赛就是今天给不念啊，今天早上8点就开始打了，8点就开始打这个4强赛了。所以这2队也是今天打第2场了嘛。这个平飞球哇，游击手黄义杰这个正着。那个黄义杰171公分，这还要弯下腰来，因为太高了，因为太高了。哇，很特别哦！到现在的出局全部都是平飞球。第一个是投手，对，再来就是2垒传3垒的双杀，再来就是游击手。打击轮到的是第9棒的林清峰。林清峰哦，很可爱呢。各位 C 长非常个头不高，143公分，而他打击准备姿势很有那个气势，有没有？架势十足。对呀，很有气势，有没有？我看到这个身高，要丢好球不好丢。嘿，没错。对，4强赛呢，其实台东丰田是13比9哇，才打2局半，因为那个季军战之前是有时间限制的，是最多比100分钟哦。那2局上半，2局上半13比9，打败是东元呢，台北市东元，2队又打那么多分。然后呢，龟山国小是9比6对日本东练马联盟联队，也打了那么多分，9比6，4局上半也时间到了，所以这2队杀进到冠军赛。3垒手漏球捡起来再传 ，safe 哇就多那么一点时间呢，就上垒 safe。记录老师寄给3垒手，原本的1垒手高世凯的手背失误，弹跳蛮高的哈，但是没有确实接近手套的球袋里面了。我重点是在看到这个安塞长林清峰，这你呢真的就没有放弃，就是冲，对，这个如果你慢跑的话。还是出局啊！还是出局啊！有没有少棒小朋友告诉我们的故事？内野滚地球还是全力冲，所以没有第2种选择了。打到球就是全力冲刺了。没错。轮到第1棒哦，宋义伟。右外野方向的飞球，遭到右外野手彭凡的接杀，2出局。右外方向的飞球遭到了丰田国小右外野手。不过这边想请教球评哦，老爸，像龟山这样的一个打击，是针对今天这个比赛吗？还是如果让小朋友都习惯先比出来再收打，这样子好吗？这是教练给的一个策略，而且是
包括第一个好球，可能等好球进来，像这样子。那再来就是除了刚刚看到黄天赐之外啊，大部分都会把棒子比出来再做手打，所以是等于教练的意志啊贯彻到底啊。那如果以正常发展的话，还是我觉得从一开始可以攻击的球就让他攻击，会比较自然一点。因为你可以想见，如果今天对方丰田教练一开始第一球就塞进来，你每一次都球速落后啊，所以就看教练这边待会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策略。乃马还 Q 用哎，我也是同样的想法。那再进一步的话，循着这个逻辑啊，让小朋友多一点空间会更好。这颗球一垒手啊后退。把这个飞球在界外区给接杀了。2局的下半，龟山没有再得分数，目前还是3比0领先。出局结束2局。比赛要进入第3局。赛事要来到了第3局，3局主办。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有轉過來呢每農國中嘅少棒賽嘅比賽嘅現場，呢就得看到非常多熱情嘅加油團，還有呢順條嘅社呢嘅龜山國小的加油團，對不對？我們來呼喊一下，耶！耶！那我們趕快訪問一下，你們都是球員的家長，對不對？爸爸，你是你的小孩子是擔任什麼樣的職務？他在裡面。投手，现在是担任投手。我随便问一个就问到投手的爸爸，真的很不得了。然后我们刚刚今天的比数其实已经是3比0了，你怎么看接下来的走向？就看他们后续的临场感应了。临场感应，而且其实今年跟丰田国小其实已经有交手过了，对不对？对，这是第2次交手。第2次交手，那希望你们今天一样会有好的成绩哦。那我们最后就一起来喊龟山龟山龟山，那你们就帮我喊加油加油加油，好不好？好，1、2、3，龟山龟山龟山！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展元哥还有老八哥，拜拜。好的，刚下哦，非常的感谢呢，我们场边的美女记者，我们哈嘎电视台客家电视台的丽蓉，哇，帮我们访问了场边的啦啦队，然后其实来自于全台湾各地的这些球队啊。看一下这一球，哇，2垒手拦截下来，陈一垒out，哇 ，nice play， 龟山的2垒手林胜豪，哦 ，nice play， 哇，这是今天最漂亮的一个手背动作，是。我已经是安打球了，但是硬是被拦住。对呀，他们没有放弃，加上180度的一个旋转，哇，漂亮哦！哇，这个2垒手林胜豪的 nice play 啊，好宽哦，非常的好看。帮一姐的打击2出局了，哇，台东丰田。现在轮到第1棒的黄义杰，上一次打击是遭到了3振哦，缠斗了很多球。我刚这个手背动作的滑接啊，好像看到郭彦文啊，有职棒的水准。是。不过公道阿哥吼，每一次，特别是最近几届的这个徐总的少棒赛哦。因为是采取报名哦，都是秒杀呢，真的。对，还有那个球队，他们是开2台电脑，因为上网报名哦，叫这个家长啊，天数啊，客家话帮忙叫天数哦，
趁手的哦，就是帮一只手的意思哦，蛮贴切的哦。天数哦，开很多电脑，赶快去抢，就像抢演唱会球票一样哦。真的，现在越来越多球队希望能够来参加齐神明的这个棒球赛啊。这对小朋友收获很大，甚至对家长来说也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对啊，哇，这一次敲出安打了。这场比赛，台东丰田国小的第2支安打，第3个上垒者，2出局上到了1垒。2出局之后攻上1垒。黄一杰打出来的球，那个力道是不一样的哦。打出来的速度，最后这个力量还有弹跳，跟一般的打者少棒的小朋友是不一样。171公分高。哦呀，回来有点有危险哦，有危险哦，差点被牵制出局哦。哇，整个重心啊，已经牵引出去往2垒了，再回来。还好身材够高大。对，而且他的速哦有够长啊，跑了，哇，抓！哎呀，球触杀的时候露出来啊。如果球没有被碰出来的话，真的有出局的机会吼。头部的速度都很快，最后触杀的同时球掉下来。球已经先到了。对啊，是真的触杀的时候，球结果碰出来。黄一杰不知道跑者是起跑的抗没有抓好，还是跑的真的比较慢呢？因为第一时间有一个牵制，所以他起跑比较保守一点。是。比较保守的同时，就稍微起跑时间慢一些。并不是他跑的速度慢，然后就按冲啊，脚这么长。总威亚中外野的飞球啊，遭到了接杀。3局的上半啊，丰田留下了2垒才能没有得分，0比3，3分落后。比赛来到了3局的下半轮，由暂时领先的龟山国小来进攻。反样归来呀，哈卡丁斯台，哇，在这个美浓国中哎，棒球场后面有一条河坝哦，有一条河川。虽然我们讲说像小溪啦，我们客家话都讲河坝，那其实南南都卡哦，就是我家乡也在美浓，那我老家的这个三合院，我们这是三合院了，就在徐总家三合院的隔壁而已，我们只隔了一道矮矮的围墙哦。那老一辈的人讲说，他们就是同一个那个灶，就是吃饭其实是一个大家族的。对，我要叫他堂叔啦，是远房的亲戚。不过我是进这一行啊，开始播球赛，我们父亲才跟我说，我们家族有一个很会打棒球的。我才知道啊，徐胜明这么厉害，我不知道他是我们远房亲戚。如果展元一开始是打棒球的话，应该很早就知道。对。蒋志贤也来到了都米农啊，大家都很力挺师母，然后谢荣瑶女士。真的很多的球员，然后这场的冠军赛来到3局的下半，桃园龟山的进攻3比0领先。这个半局是中心打者3、4、5棒，要轮流
轮流上场了。第3棒的李立威上一次打击获得了4坏球保送。前个半局杨化勇的控球还不错，所以取得球数领先了，打出来的球手背这边也都有帮忙，所以2局没有再出现安打。哇！结果是一个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哇，中心棒次的力量啊，真的不同等级哦。哦。虽然左外野手佐维亚扑下去了，左外野手扑下去了。这个球是在界内落地，再弹过了全垒打墙之后，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这个抛啊不简单啊，很有力量。轮到第4棒的黄天赐，哇，这个捕手没有接到这个球，而且弹得蛮远的，出现了一个爆头啊！现在没有人出局，来到得分的大门口了。龟山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然在预赛也算蛮轻松了，出现了。然后16强单败淘汰的比赛，他们第1场4比2击败了韩国的东木国小，4比2哦， 4比2哦，然后8强赛是10比0打败了新北市的新埔国小。如果投手接到3垒的跑者不敢跑，形成了一出局。我刚投手。2个 play 很重要，第一个 play 就是接到球先看3垒，确定3垒没有动静了。第2个就是他把脚步做好，有一个垫步传1垒还可以很稳定。这个动作基本动作有把它做好。轮到的是第5棒的蔡维成，上一次打击是一支1垒安打，有1分打点。喂。来看一下投手刚刚的动作哈。这个重心顺势看一下3垒，再做垫步，所以整个过程呢是很流畅的。这个球还蛮浅的，被2垒手接杀，3垒的跑者还是没有能够回本垒，没人出局哦，就3垒有人了，到现在2出局了，还是站在3垒垒包上。龟山国小的金光2人出局，这个上场打击第6棒2垒手，球都留在内野。哇，丰田，看看气势上会有没有一些转变哦？如果守住的话了，当然现在龟山还有一个机会。挡得很好。虽然后面的这个护网很近啊，但是如果没有挡好，弹到侧边呢，很有可能会失掉分数。打击的是前个半局有一个 nice play 的2垒手林胜豪，还是在内野。哇！3局下半，龟山国小没有人出局就攻占上到了3垒，但是最后并没有得分。3局打完，3比0领先。比赛进入4局的前半。4局前半，丰田国小进攻，上场打击丰田国小本场次的第2任投手，第3棒2号杨华勇。返洋归来哦，喺啲美濃國中棒球場。
徐生明的少棒赛第6届了。我们在现场呢，非常开心为您请到了闽农的雄禽啊，同时呢，马黑闽农国中的棒球队的总教练曾国光总教练哈。嘿，大家好，嘿，大家好。不过呢，这个曾教练哦。我就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他在打青棒的时候，高美护工就是我们这个美浓在地的一个青棒队的时候，金融旗青棒赛，我就播到他播球赛了，结果发现他是留在美浓乡亲呢，就是在地继续留下来哦。所以他也去，你可以去高雄练太空。哦，我伫台南讀太空安尼啦。台南。台南。嘛个。安尼近立德台湾立德大学。改制都安尼康宁大学。哦。啊，那个大学毕业之后，再回到那个美浓家乡来带这个基层的棒球。哦，其實我太陽畢業之前有。去安尼三花高中嘅只個邊一迄個啦，去三花高中有做5年的教練。哦，到三化國中當了5年的教練。高中三化高中。對。咁就因為安尼闽農一只個有徐總成立的10年棒球計劃，佢下邊有一個機會，哦，幾代一只個闽農服務完。咁就加徐總也10年，我哋大家相信和支持，各位。同安尼後生有啲機會，佢哋同安尼棒球傳承，同分享俾安尼小學弟啊，對來，係啊，作為啲安尼棒球嘅啲安尼下一代嘅安尼傳承安尼啦，係啊。哎，懂後呢吼，因為呢，這個曾國光教練剛剛講到，就是因為有徐總的美濃棒球10年計劃。所以才讓因為過去在美濃，比較古老以前，其實棒球是蠻興盛的。對。那當然呢，因為徐總的一個10年計劃哦，所以有多了一些的經費，所以也可以讓呢美濃在棒球上面能夠繼續的，像有這些後生就是年輕的教練願意回來帶。哦。就終身隊教練咩？我哋就算也算唔後生，有30好幾歲，已經30幾咯。對啊，冇啦，個後生呢，很年輕啦。都有一啲安尼計劃啦，安尼後生嘅也啲老輩也都好有學習到啊啲棒球嘅啲技術同埋啲觀念，佢都係就同安尼有些人咧有啲個好嘅啲安尼棒球訓練嘅啲環境，都會傳承技術俾人。錯，那剛剛呢，現在4局上半呢，首名打者第3棒的楊華勇和外野飛球被接殺，剛剛第4棒高世凱是揮棒落空被3振，揮棒落空被3振，合法啊，你有講？乒乓落空3振。抱歉，我在冇嘛嘅會講啊。揮棒落空，揮棒落空，乒乓落空，乒乓落空，老爸還比較會講啊，揮棒落空，哎，揮棒落空，那學到哎，學到了，揮棒落空，因為我們其實這個比賽常年也非常的歸剛下客家委員會還有客家電視台，對，讓我們這個因為美濃啊，徐總的故鄉，我們這個客家鄉鎮，對，好，現在呢2出局了，輪到的是豐田的第5棒啊，宋清溪，前一次打擊獲得4壞球保送，4壞球保送客家話教學一下。4壞球保送，4壞球保送，4壞球保送，保送，4壞球，我們的音調有4壞球，4就4，就4啊，你啦，4跟你4啊，壞球就是壞球。對，好了，那這邊呢是一個3上3下4局上半，台東豐田並沒有得到分數啊，目前是0-3落後，我們先休息一下。
龟山国小进攻率先登场打击的由第7棒中外野手3号罗世玉。哦，欢迎回到徐生命总教练的国际少棒赛的冠军战的现场，南蝶米农国中。比赛来到4局下半了，桃园的龟山国小3比0领先。这个半局第7棒的罗世玉打第1球，内野滚地球遭到刺杀，形成了1出局。哎，那个我这边还是要问一下拉巴了，就是刚刚有提到过说龟山的打击哦，因为我们都不那么认同每一个人都是先摆短棒，然后等1球，然后或者是手打。所以他3局的时候已经改变策略了。哦，所以他也在判断，当丰田国小这边有比较多的好球的时候，他们在攻击上有稍微积极一点。对。所以教练这边可能有 A 计划、B 计划，甚至 C 计划，就看对方施加多少压力啊。嘿，那我们今天现场很开心的邀请到美浓国中的曾国光教练哦，来跟我们讲哈发。那特别是美浓国中这个棒球场，可以，因为我有听说他们这个美浓米农棒球啊10年计划之前树都没有长那么高呢，按都撵过了哎。在这个球场是不是在整个的包括规划整理？先看这个球，左外的飞球被接杀2出局，真的有很大的改善。哦，睇啲啲球場嘅啲技術同啲變化，當然啲球場睇啲感謝就啲張發昌總教練，而啲啲球場嘅就整體嘅規劃同啲訓練係啲也操備嘅啲決賽啊，就伊都做嘅得蠻劇實，啊伊也同人哋整理得得蠻好，同人哋結種結受有幾好嘅訓練嘅環境。係啊，人哋也透過人哋體委會嘅人哋也嘅人哋計劃嘅申請，同人哋也協配提名嘅，過會嘅台灣嘅引體設施全部做起來，係重新一啲引體設施做起來嘅時節，對人哋民農嘅棒球可以帶來個大嘅希望啊！是的，也非常感謝體委會這邊有撥一些經費啊，在硬體設施方面的一個幫忙。在4局下半呢，龜山國小這邊的進攻也是3上3下，沒有得分。4局打完了，龜山還是維持3比0領先。而比赛要来到了5局前半，在龟山国小这边守备阵容也做了更动。先发投手李立威移防到3垒的防区，而接替的投手由原本的先发3垒手邱立璇来登板接替李立威的投球。邱立璇在5局上半点投。欢迎回到徐生明棒球赛的现场。这场冠军赛呢，现在呢要进入到的是5局的上半了。哇，在第1局有分数进账之后，后来呢分数好像就停住了。哦，两边都有很好的守备，还有两边都有很好的投手表现了。好，现在5局上半了，丰田的进攻龟山现在换投手，邱立璇原本的3垒手，跟先发投手李立威做个守备位置的一个互换。哇！结果丰田
在这个半局的首名打者第6棒的洪凡就敲出了安打。哦。 左垒方向的落地平飞安打，在我们的攻占1垒。丰田国小接着上场打击第7棒左野手10号陈世展。所以其实只有3分差距哦。哦。虽然说少棒只打6局啦，丰田等于只剩下现在5上跟等一下6上2个半局能够反攻的机会。我前面先发的李立威今天投得非常棒啊，是被打出2支安打。那前一场比赛应该有下场，所以这个冠军战只投了4局就下来。因为这个徐总啊，投手啊，投手出身，哎呦，这个用点的。 那因为3分领先呢，捕手指示就传1垒啦。哦，当然。推进了垒上的跑者，都形成了对，记录上是牺牲短打。一人出局，2垒有人。丰田国小的进攻上场打击第8棒捕手。我对龟山国小会希望有出局数可以持续拿进来。比较少见啊。对啊。剩下6个出局数，但是执行短打，这样机会变少。 那现在台东丰田国小换代打，要来启用代打。这场比赛丰田国小第3次得点圈的打击机会哦，前面都没有得分哦。现在丰田国小派上的是王佑恩，来代打。启用代打换上球衣背号7号王佑恩。 哦，其实他们衣服前面还是有他们真正的背号啦。对。哦，所以这个真的，哇，很用心啊，在细节上也有做好。是，因为过去几届，虽然打进4强球队这个85号啊，85号徐总背号的球衣是一个荣耀，但是要打不要踩在线上，因为每个人都85号，哦，那当然但今年就有不一样了，也就是说这是。 已经确定4强了之后，马上再印的、啊。对，他的背号印在前面。对，是确定4强是哪4队之后，才马上球衣再印上去，把背号印到这个前面的。哦，那连夜赶工。哇，这个真的很用心、很用心哦。哦，3坏球1好球喽。因为这个投手有隔场限制啦，就是你要连续2场出赛的话，2场加起来不能够超过6局，最多就是6局。所以先发投手李立威应该是前面就已经有投了2局，4强赛有投2局。 龟山国小总教练是李正达教练，另外还有陈明宏教练以及甘义哲教练。我看起来是甘义哲教练喊了一个暂停。不止头部直接开会，垒上了2个跑者。 也到龟山国小3垒指导教练这边了，听从指示。丰田国小接着上场打击第9棒2垒手14号许定杰。不要看现在打击区上的第9棒的许定杰哦，安 C 咋个哦？他其实上一次打击那个球还蛮刁钻的，是被2垒手龟山的2垒手林胜豪 nice play 啊拦下来的哦。一直安打被没收。安打唔见黑去啊，不见了，打反方向。哦，刚靠近比较身体这边比较高的球，但是挥棒是不错哦，打成界外。打击的是第9棒的许定杰。丰田国小这场比赛打到现在3支安打，2个保送。
5次上垒的机会。出手不要动太出去。得点圈有人，前面只有2个打数的机会，得点圈有人的打击2支0，上得点圈的机会不多。4局之前的安打都是2出局之后。这个半局是很好的机会。现在要他的缠斗能力。一个左边的，一个右边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的界外球。我蛮喜欢看到3垒指导教练刚刚的表情。哇，良好一坏，但是就是鼓励他啊。想办法去攻击。这个被右外野手给接杀。2次的打击内容都不错，但是都直接进到手套，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对啊，这颗变化球，哇，眼睛瞬间睁大啊！对，这挥棒很棒啊！坤爷木足哦，他的眼睛，哇，这个真的看到那种专注度，这是他们的天分哦，真的。轮到第1棒，黄义杰，前2次打击，1次被3振，另外有敲出1支安打哦。黄义杰如果打到这个球很有质量啊，身材高大。就看有没有办法挑一个好球来打，头部之间投的比较闪哦。对，也知道他的一个挥棒力量啊。上个坏球喽，3个坏球了。那下一棒也要准备哦。有保送的机会。虽然说3分差了哈。打击区上的是追平分，连续4个坏球保送。4坏球保送了第1棒的黄义杰，2出局，目前丰田国小攻占满垒。连续4颗坏球哦。3场打击呢，丰田国小1出局哦，2出局满垒。陈杰。有时候我们会这个说少棒是看打身材的哦，对，真的，身材条件差距就来了。抓第1球打，结果中外野方向的飞球被中外野手给接杀，推动的丰田呐，台东的丰田呢是留下了满垒的残垒啊，没有得分，0比3，3分落后。欢迎回到许生明国际少棒赛哦。透过这个空拍机，哇，真可以看到美浓的风景。哇，其实美浓是一个美的，可以讲哎，梯缝啊，非常漂亮的地方，很淳朴的一个地方。好，那这个冠军赛来到5局的下半，那这个半局呢，丰田也换了很多的人啊，1、2、6、7、8、1，好，1到2就是
第2任投手来蹲捕手啊。那捕手呢去守游击，哇，捕手可以守游击，哦，这个调动很大啊。对，然后游击手呢去守左外野，左外野手去守中外野，中外野手来当投手。哦，对啊，说1、2、6、7、8、1是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哦。好，那现在要确认一下丰田这边的一个人员的更换哦。因为现在看到投手的身材这么高大，比较像是黄义杰，应该是游击手啊。对，所以密码还要再换一次。哎，因为他那个背号也不一样哦。哎，对，投手是黄义杰，应该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就看其他的守备员，怎么样的调动。你现在投手上那个前方的背号是10号，但10号是左外野手陈世展了。那哇，这个从空拍机看起来更栩栩如生，那是稻草做的哦，被绑住了。对，格列佛游记小人国的那个故事啊。那个童话故事《迪耶米农》啊，再现用稻草做的。我们比赛要来到了5局的下半，丰田国小在守备阵容上面也做了大幅度的更换，不过更换为第3任的投手，由原本的游击手黄义杰来担任第3任的投手。然后黄义杰来投5局下半哦。3分差还是3分差？台东的丰田国小前个半局哦，留下了满垒的残垒，哦，蛮可惜的哈。哎呦，速度很快。3颗球。这不是小学生的这个等级喽。哎呀，哇，171公分。这怎么打？又高压下来吼。怎么叫学长来投球呢？这个高压角度也很大。有打到的哦，安打，左外野方向。第1棒的宋义伟。打可以远哦，打得很远哦，左外野方向的2垒安打。这场比赛第5支了，龟山国小的第5支安打。这个长打打得非常棒，因为是一个变化球，98公里，已经开始往下掉了。今天宋义伟捕手还打第1棒，是这个半局又站上得点圈了，前一次是第3局啊。轮到的是第2棒的邱立璇。那现在需要保险分哦，不知道会不会有战术？短打吗？没有摆短棒哦。115，这是太假了，这个太快了。这个速度要跟你说，他丢直球也不好打啊。直球对决，要先丢进去啊。哇，更快120。120。因为其实少棒跟青少棒就国中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跳很快的大跃进。因为你到青少棒之后，其实你才过了一个暑假，你投手丘的距离就跟大人一样了，对不对？垒包跟垒包的距离也跟大人一样了。哇，2垒手这个球没有第一时间接到，形成了一个 O safe 哦。2垒的跑者上3垒，这个球弹得比较缓慢一点哦。蛮可惜的，这个出局数没有拿到哈。所以进行了一个内野的安打，目前形成了无人出局，攻占1、3垒。
不是那么好处理啦。哦，有一点不太规则，弹到，稍微弹到左侧，对，他的左手边了。至少是有弹起来哈。没有人出局啊，1-3垒有人，轮到第3棒的李立威。先做一个盗垒战术。1-3垒，所以头部之间会比较注意3垒这个跑者。棒子比出来之后，是目的让1垒的跑者上到2垒。1垒的跑者也顺利啊，盗垒成功了。Q 了哎，一个好球，一个坏球。对，我说就是你国小6年级过了一个暑假，还变国中生，你发现棒球场怎么变那么大？困难度瞬间拉高啊！对，包括投手板到本垒板的距离就变得跟大人跟职棒一模一样了。跟展哥报告一下，我那时候感觉差距最多的就是捕手要阻杀。变得很远，对不对？对，那个距离突然拉长啊。所以变成阻杀变成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阻杀不好，每一个上去就一直跑。那垒跟垒之间的距离也变大人了，全垒打墙的距离也跟大人一样了。所以你说这个投手未来性很看好啦，坤后啊，但是控球可能还要再练、再磨一下高了对，真的很快啊。打击的李立威被3振，1出局，3垒的跑者也没办法往本垒跑，速度真的太快了。出手的角度高啊，刚好在腰带上来一颗啊，但是速度完全跟不上。今天第1次龟山的球员被3振。轮到第4棒的黄天赐。第4棒黄天赐第1次打击是一支1垒安打，1分打点，靠着紫外野的失误上，这个球打到了，哇！就让3垒的跑者回来得分了。对。可能在想法上面觉得可能是比较侧边哈，所以要求稳定的话是先传往1垒。否则如果以3垒守备的一个距离啊，本垒这边是有机会哈。对呀。但是第一时间其实就没有看本垒了。是。所以可能教练给的指令我觉得很简单，只有正面在做本垒的一个攻防。那只要你离开正面的这条线了。侧边的话就是把目标传到1垒，所以刚刚连本垒看都不看。对，2出局，3垒有跑者，轮到第5棒的蔡维成。所以少棒时期啊，其实学生时期大部分都是依照教练给的指示，在作战。所以如果要照像早上的比赛跟展元哥聊到了，如果让小朋友自己多一点自己的思考，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就跟他说，如果是几分差，那3垒有人的话，什么样的状况要传本垒，让他自己去思考，比赛让他自己去决定啊，对未来的成长会有最直接的帮助。是，每一次的比赛，不管是 safe、out。对你的经验呢，就因为是自己决定的，所以下一次在做决定之前，你就有经验可以依循了，这样在成长会比较快，也比较稳定一点。2好2坏，这个球打出界外，因为你要让他知其所以然，就是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他那种。后头学到的东西才会更多啦，就是会更深刻嘛。我们常说解读比赛，了解比赛的一个细节，都从这边可以做起。是。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国小就这样，到国中、高中，他的经验够多了吧？那我们来到所谓成棒的国际赛，我们的经验
或者是我们在场上的瞬间的机动力 play， 那就可以期待啊。这个被判定出棒遭到了3振，不过5局下半，桃园龟山国小追加了1分保险分，然后目前4比0领先。这个落后的分数精彩的冠军战第6局上半的赛事马上回来喽。比赛要进入到6局的前半，丰田国小的进攻，加油喽，2队！嗨，觀眾朋友，歡迎進到70秒少棒世界現場哦！你咧係小界界是你嘅機具，多元國小的小朋友。你大學，我是三姐，我們就是最是多元，我們努力，真是勝利，我們就是最是多元，我先保護全部和艱辛，我們的你要勝利啦！掌聲鼓勵！你自己就站出來了，是不是？你是隊長嗎？不是，不是隊長，怎麼站出來？那你今天，你先自我介紹，自己叫什麼名字，然後幾年級？我是楊一晨，6年級。那你這次在我們少棒賽擔任的角色是什麼？投手跟一壘手。那你今天覺得自己表現得好嗎？還好。那1到10分打幾分？10分。1到10分打10分還好，是不是？好了，那小朋友，今天你們玩得開心嗎？有沒有吃飽？很好。那聽說你們還會唱客家歌，是不是？那最後來表演一首客家歌給姐姐聽，好不好？可以哈。好，那我數1、2、3，開始。大年里落咿呀嘿呀嘿新年，呀了大事啊嗲对嘞，全家万福万东啊同欢乐，家里有爱有笑嘞嘞，太阳落地海，太阳落地嘿，太阳落地嘿，笑嘞嘞。掌声！哦，刚下丽蓉哦，那场边的美女记者和那个东元国小小朋友都比丽蓉还要高。哦，比赛来到6局上半了，丰田最后的进攻机会了，哇，出现了安打，在一出局之后，第4棒的高世凯来了1支2的安打，哦，0比4，4分落后哈。这时候就不用急哈，还不是追平分上来之前啊，垒上的跑者可以保守一点。哇，这个挥棒啊不错，前面虽然2个3振，2次的3振，但是这次的挥击有掌握到一个好球。对，这就是第4棒哈，高世凯3振多没有关系哈。现在换了代打11号的李祥展。喂，那个八打周星星，八打。这场比赛哦，台东的丰田国小第4支的安打了。那得点圈有人呢，他们是5支0呢，5打数没安打，有2次保送，就得点圈有人有获得保送，但是就欠缺那1支安打，还没有得分。上个半局的关键是保送黄义杰面对第2棒的陈晨杰，哦，所以战术上面龟山国小是蛮成功的。那这个半局就看丰田国小有没有办法把攻势把它串联起来。这颗球游击手哇拦截下来了，哦，
拳王一垒2出局，2出局3垒有人。哦，这个守备蛮重要的哦，因为在中间呢，其实安打的机会很高啊。但是有几手过来，哇，这个垫步哦，把重要的第2个出局拿到。这颗球穿越了，丰田国小得分了。哇，第6棒的彭凡。彭凡今天呢，虽然第1次打击是双杀打哈，少棒要双杀打其实有点难，因为距离很近。哦，代表你要打得很强劲。很强劲，但他后面2次打击都是安打，那这一次安打呢，帮助球队打破鸭蛋1比4，还有3分落后。哦，连续2个半局，彭凡都打出安打。是。哇，第1次丰田国小有1个半局安打的串联哦。所以上个半局丰田国小还拿到1分保险分啊，是也蛮重要的。6局上半少棒只打6局哈，2出局1垒有跑者3分差。那桃园龟山现在3分的领先，丰田国小打击的是第7棒的陈世展。1好球1坏球。桃园龟山呢，如果拿到冠军的话，将是2连霸了哦。其实龟山呢，在去年冠军赛是打败了韩国的丽水溪国小，今年韩国也有派队来，但是呢，就是在16强赛，他们就先遇到了大魔王，那个韩国仁川的东木国小。16强赛之后就是单败淘汰，他们是2比4，好就输给了龟山。韩国队的实力也很好啊。对，其实是不错的哦。因为过去2届哦，韩国来的少棒队都打到冠军赛，吼。那时候我们当然冠军赛是台湾跟韩国打，就感觉有这个好想赢韩国那种。但这次韩国则是16强赛就止步，不过他们还是有继续留下来哦，吼，蛮不错的做这个交流。呀。哦，赛事的结果都是过程而已啊，最重要就是小朋友有什么收获啊。是，这个球带到的是落地形成安打了。哦，丰田，台东的丰田掌握住最后一个机会，陈世展也敲出安打，这个球有几手后退也接不到哦，在攻击的时候压力已经很大了，2好球包括2出局啊，不希望在自己这边啊画下休止符。是的，安打持续出现。龟山国小再喊一下暂停。哦，因为这个半局有3支的安打出现啊。我这次今年的这个徐生明国际少棒赛哦，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真的也要再一次的非常的感谢，就是富邦啦哦，他们义卖那个所得300多万哦，全数捐赠给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给师母谢荣瑶理事长，让徐生明棒球协会后面的经费比较有着落，真的300多万哦，就是分3年，就希望再可以办3届哦。虽然距离师母的目标啊10届10全10美哦，但现在第6届嘛，7、8、9，哎还差1届，反正到时候我真的希望各界的多帮忙。对，不过这次真的非常感谢富邦哦。所以今年看到师母会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啊，就是希望大家来一起帮忙啊，徐生明国际少棒的这个锦标赛可以顺利。哇，3垒手对角传1垒，恭喜桃园龟山国小拿下了第6届徐生明国际少棒赛的冠军。哇，最后是以4比1
哇，三垒手李立辉那个对角大长传真的超有水准的。哦，龟山国小这场比赛除了打击第一局有发挥之外，后面能够赢球，绝对跟守备有关系。这个半局就有3次的 nice play 啊。没错。桃园龟山国小也继去年拿到冠军之后啊，3连冠军卫冕冠军成功拿到2连霸，同时也是在6届的许生明国际少棒赛6届里面，他们拿到了3次的冠军，哦，包办了一半啊，这次是一个连霸。如果呢最后明年啊第7届再拿冠军的话，3连霸就可以把冠军奖旗永久保持了，永久保留了啊。好的，最后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来总结一下哈。这一次第6届徐生明国际少棒赛的最终的名次，桃园龟山国小是拿到了冠军，第2名是台东的丰田国小，第3名是台北市的东源国小，第4名呢则是来自于日本的东练马联盟联队，这是最后4强的名次。好的，那在这个转播的最后呢，还是要请球评那把陈忠伟教练呢来看一下这场冠军赛好了，你觉得关键在哪里？哦，第一局当然就是打击啊，黄天赐在前面2个保送啊，轮到他上来攻击的时候就有打点。那第5局一样，靠着一个滚地球把保险分在持续追加。另外就是刚刚特别提到，在守备上面，龟山国小今天有非常好优异的一个防守，好几颗，包括刚刚最后一个 nice play 在线边。有可能穿越出去就是车步边，带有打点，而且是长打甚至超前飞要上来攻击的这个play 啊，靠着手背把它守住了，所以龟山国小实至名归，手背守得好，打击也非常棒。是的，那在这一期的比赛呢，到这边就要完全的告一个段落了。再次感谢呢各界，包括了客委会，包括了客家电视台啊，包括了真的各界啊，包括了富邦啊，大力的支持帮忙呢，让徐生明国际少棒赛能够继续的办下去。那同时呢，也今天这样比赛的转播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球评那把潘忠伟教练，也非常感谢各位球迷朋友的收看呢。我是徐展元，我们下一届米弄再见呐，勾磊了，谢谢大家，拜拜。阮风土风流，现实放进太风披身，上网打拼，为了打拼命，这边的安打。欢迎